大家晚安，大家好，食饱未？食饱未？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厝边。今仔日又过来到咱的叫做啥？叫做强迫出道教室。是毋是有一时啊无看呀？因为最近开较少的款，所以迄个一礼拜会当见到大家时间就感觉较少啦，就会感觉足久无见啊。先甲大家小姐问，伊拖着只暗盲环境，个酸暗盲环境，个有你着啉奶暗盲环境，个有阿创阿叔暗盲环境，食饱吼，水，阿妈有人还袂食，哎，无介水，太安尼，毋是已经8点，对呢，我平常时迄个出道教室拢是开10点的，无毋对，今仔是对，最近是较无都伫暗时开台，所以小可开较早的，就变做8点安尼，所以8点可能有人还袂食饭吼，有人问讲合作啥？对吼，因为我即个调查的题目问大家敢有准备好要来合作啊？无讲要合作啥，无一定吼，毋过若是有要出道的朋友吼，即会当随时拢准备好吼，准备好你迄个随时人要招你合作的时阵，你拢是有准备较好势，会使来参与的安尼。是安怎拿？因为迄个进前扳手是迄个一支，叫做啥？一支片子，即马有改，变做一粒，毋是一粒，一个盾牌，现在变成一个蓝色盾牌，毋知影是啥物意思？或者就是有改就对啊，所以即马 YouTube 搁咧改一寡迄个功能就对啊，所以即马变做安尼。好，小姐问煞，会当来进入今仔日的重点，毋是我改啦 ，YouTube 咧改啦 ，YouTube 官方改的。今仔日就是要安怎讲？今仔日吼，小可感冒，毋知影是安怎？今仔日迄个起床的时阵，才发觉到，哪会雄感冒啊？所以我嘛毋知会当冻偌久。保护者的意思安尼有通，有可能哦，因为迄个管理员就是爱倒顾即个。开讲先这样奇奇怪怪的人来乱的时阵，咱爱倒处理就对，所以嘛算一种保护者无毋对。CD，讲到倒位第一页拢也袂显啦。安尼咱就来看，我今日声音敢有收声，我也无确定。咱就来看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就是合作的一寡543个。因为虽然进前捌有一集。进前就是有一集有咧甲大家讲，有甲大家讲一寡迄个或者啥，讲一寡合作的时阵会当注意的代志，我会去注意的代志，佮有一寡迄个心得对无？所以迄阵有讲，毋过今仔日就是佮想着一寡会当补充的，佮想着一寡迄个其他的咩角就对啊，所以今仔日佮来补充一个，毋通小勉强，好，我尽量莫勉强。我今仔应该是无，应该是迄个准备的物件有讲到，就通好来晓啦。除非就是大家有想到问题要甲我问，我就尽量回答安尼。我若怎回答甲迄个袂牵切，应该是袂啦。生理敢有遐好？若准有的后回才过来回答。啥物做我的角有变长？啥物意思？对，啥物做我的角有变长？无爱盾牌，爱鸟尾的 emoji 哦。这你爱甲迄个 YouTube 的官方来迄个请愿呢？你爱向因下愿吼，甲我讲无效哦。阿辉无法度管着这。迄啲都是安尼个通来看。我即摆已经开始先，我敢真正感冒啦。毋过迄个准备的物件也是爱讲。所以咱来看个准备的，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哈。头一项最刺激的，或者合作还合作，朋友还朋友。啥物？我的角安怎？我的角感安怎？还是我感觉安怎？感觉安怎笑？好，我已经毋知影迄个讲到倒位去啊。好，来，这个做一个足刺激的一句话。就是合作还合作，朋友还朋友，什么意思？就是讲合作不一定就是朋友，
朋友无一定适合合作，嘿，嘿，是安怎雄雄要讲这因为我先来讲迄个是安怎讲合作无一定就是朋友吼。恁随时有啥物问题要问，会当迄个直接插话，毋免设字哦。恁着想着啥要问的，恁着直接问哈。讲到倒位，讲到迄个啥物有做合作还合作，就是因为讲合作无一定是朋友，意思嘛是讲无一定爱是朋友才会当合作，就是通常咱的毋是爱大字，免细字爱大字，毋是啦，免客气的意思啦，免细字，讲迄个价值观无一定爱完全相共才会当合作，因为通常咱对朋友的标准通常是爱价值观可能爱较接近才有法度，毋过这个做工课是做工课对，你若有甲 VTuber 当做一项工课。价值观无一定爱完全真正爱相共才会当来合作，就是对。有时啊无一定爱安尼，当然你会当有你的坚持，无毋对。有时啊你可能有一寡判断，会互你决定讲无一定爱遮尔啊坚持，无一定，当然无一定。若时代甲你讲，甲朋友迄个绝交上紧的方式，就是创业。对，这有影。创业了，你就无时间去顾你的迄个所谓友情。朋友叫你去食饭，你就无法度要做工课。朋友叫你去创啥，也无法度要做工课。确实。敢会当帮我的角袂使？你搁想看觅？好，对啊。一方面就是讲，有时咱若有一寡商业的判断，简单讲，比如讲，这个人迄个伊的流量足大港的。伊足大尾的，我若甲伊合作，会当得到足济即个接触到新观众的机会。毋过我甲伊价值观可能无完全相共。若准是安尼，你反势，我讲反势，因为无一定。反势你就会考虑讲好，我甲伊的价值观无讲甲一模一样，毋过若准嘛无差甲介济，无亲像天差咧地，安尼反势会当来合作。毋过恁敢会因为安尼就变成朋友咧？无一定，无一定，就是讲这个人无一定爱符合你的，甲伊当做朋友的标准，你嘛会当来甲伊合作。简单讲，你嘛会当甲伊利用，敢会讲甲伤白？有时啊，就是咧互相利用啦。若两方面，两个人拢有同意，拢有愿意。嘛无好，嘛无好，那美国最领导时代人讲的是朋友做伙合作创业就会绝交呢。我较无即个经验，这我就毋知，这我就毋知啊。有经验的人会当来迄个来说一下，会当来说明一下。搁有讲到这价值观有时啊你嘛无法度，有时啊你无一定有法度先。确认讲，这个人甲你的价值观完全相合，才会当来，才来决定要合作啦。你无一定有才调去检查甲遮详细。当然你要安尼做嘛会使，就是若准讲，你逐摆有即个合作的机会的时阵，你拢决定讲，我一定爱甲伊调查甲即个清清楚楚。我一定爱知影伊的即个所有的想法，拢爱甲我差不多，我才愿意甲伊合作。嘛是会使。毋过这就会较了时间所以大家人迄标准无共在恁家己决定在大家去家己决定搁有就是朋友无一定适合合作像咱讲朋友无一定适合合作的当然是爱看即个合作的内容啦毋过我举一个例，像讲若准你的朋友讲话的时阵。拢会黑白看，可能定定拢无啥正经讲话就去得失着人安尼，安尼咧虽然伊可能就是有互你做欣赏的所在，毋过你若要做一寡，比如讲较严肃的议题讨论的时阵，你就无一定适合找这个人合作无一定，因为像讲我家己一开始咧。
咧做放送的时阵嘛，会想讲，定定会想讲，要带这个朋友还是迄个朋友吼，带一寡迄个，就是我缀熟悉的朋友来合作，想讲安尼嘛真趣味啊，吼，因为我著感觉讲这个人哦袂歹啊，吼啊，毋过吼落尾嘛会感觉讲无一定适合，吼，可能有时会感觉讲要是爱小敬一下，哦，因为你若是有甲 VTuber 当做一种专业的表演，吼，还是讲创作，可能你有时啊，著爱甲迄个标准掠较严格，哦，可比讲，这著参像讲，若准你是一个专业的总铺师，哦，啊，毋过你有一寡朋友吼，甲你足好诶，哦，因甲你足好，足捌字诶，哦，啊，毋过因无遐敖煮食，哦，安尼你即个总铺师咧办道诶时阵，哦，可能著无适合找因来斗相共，哦，共一个理路啦，共一个理路，就是这做啥？这互做逐个人迄个专门的所在无啥共哦，啊，毋过若准对你来讲 ，VTuber 当然无一定是安尼，哦，我是讲若准，哦，若准对你来讲 ，VTuber 是一种专业的表演，你若有甲这当做一种专业的表演，你就有可能会决定讲要小敬一下，你爱经较专业，较有迄专业意识的，较有迄专业意识的人来甲你。合作得起啊，嘿，是的，哎，大家雄雄无讲话，还讲足紧张的，我安尼讲，大家应该听有啦，吼，好，若无问题，我就要来后一页。哇，安尼咱今日进度有影足紧的，不要紧，吼，讲的就通晓，过来。哦，啥物哦？做共性质的合作，我今日真正有较细字吼，迄个字拢较细粒，嘿，等于灶骹迄个一粒山袂当有两只好，害你毋敢去灶骹，啊，有只是安尼无毋对，有只迄个灶骹迄个负责啊，可能因为即马，或者因为即马8点，所以迄个有个人咧食饭，无法度回我的信息是无？无法度伫开讲是拍字是无？有可能。嘿，哦，对啊，有啥灶骹迄个负责迄个指挥的人，就干那一个，也是讲迄个灶骹足细间，哦，无法度挤两个人入去，嘛是有可能，啊，哦，感谢阿斌，新朋友是啊，我以前感觉看过阿斌，感谢阿斌加入火警，哎哟。感谢阿斌真做我的会员，欢迎。我叫你阿斌应该会使啦，若准备使，你才甲我讲。鸟味果水拢负责洗碗，安尼你就有洗碗。佮讲这，逐摆拢讲这好，歹势。袂歹呢。讲到这洗碗，我嘛是就是有些厝呢，就是要安怎讲？有些厝呢负责煮食的人吼，可能毋是我。我就干那负责食安尼，这个时阵我就会感觉讲，我无负责煮安尼，上无我爱负责洗碗，安尼袂歹啊，因为迄个洗碗嘛是真痛苦。我感觉煮食就是需要专业啦，煮食我家己的迄个认知是感觉讲，迄个煮食较需要技术，洗碗就是你若有认真洗，就会晓洗。所以上无你袂晓煮食袂要紧啊，上无你愿意洗碗，安尼就袂歹啊。啥物阿选讲啥物？恁某的你会为着伊入灶骹来面对即个好，哎哟，听某大丈夫，大丈夫这无一定爱安尼呢，这无一定爱有即个性别的刻板印象吼。毋过会讲大丈夫是因为迄个后壁佫有斗牛。听某大丈夫拍某猪狗牛，咱会当想看觅大丈夫，若是找一个较无迄个传统的性别的即个刻板印象的讲法，佫爱甲后壁斗牛的，大家会当来研究看觅。恁哪个想要负责食？恁有讲好就好啦。若无讲好就家己处理哈，我无负责这呢。过来讲到倒位。共性质的合作，无一定逐摆拢爱找共一群人，这是我嘛感觉会当来小提醒大家的一件代志，
哦，阿斌是互其他的主播推荐来的。哦，请大家多多指教。哎，我这请你多多指教啊！真好，真好，是倒一位主播啊？对，我这迄个台规是有讲迄个，只要啊对，我平常时拢讲台湾话较济，所以迄个对，我平常讲台语比较多哈。啊，那个对，如果听不懂可以在聊天室问一下。哎，啊，讲到倒位啊？我遮的台规吼，有讲迄个会当讲到别个 VTuber， 我袂要紧哦。你莫伫我遮讲别人的歹话，就袂要紧。嘿，所以迄个，若准你想要甲大家分享是倒一位主播遮尔有眼光，家己保袂超车，是倒一位主播遮尔有眼光来介绍你来看蛋仔火鸡。哎，嘛，我家己是真好闲，我自己很好奇。哎，你若愿意讲，会使讲者。哦，中华人啊，定咧讲台语，哎，安尼真好。你若有想要加听一寡台语的即个放送就对啊，会使来甲我看。虽然我2月开较少，所以袂要紧3个月可能就开始越来越侪。对，多谢阿酸的补充，开讲是无限制即个老话即个语言。虽然有一寡人较惯势是拍台文吼啊，袂要紧，你拍中文我嘛看有，啊你拍英文我嘛看有，嘿，啊，毋过我爱小英文就爱小想一下，嘿，哦，恁妈妈嘛是中华人哦，讲伤济啊啦，交代伤清楚啊啦，讲到倒位啊，讲倒来哦，这共性质的合作，无一定逐摆爱找同一个人啊。对，已经讲2摆。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甲定合作的人，哦，就是甲结婚安欢迎，一时啊无见，欢迎你来。最近过来安怎啊？倒来毋是安尼，对，咱甲迄个定咧合作的人，吼，拢会感觉讲甲因合作做舒心。哦，这嘛是正常的啦，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啊，就是你甲迄个较定见面的人、较熟的人，嘿，你甲较熟的人，就是合作当然是会较舒适。吼，啊，毋过我家己是感觉，甲定合作的人，无一定爱一直甲因合作。哦，啥物意思咧？哦，我想要讲的是，当然合作有真侪种啦。哦，啊，有一寡合作的即个项目。是迄个合作的成本较悬的，哦，啥物合作合作的成本较悬？通常可能钱的成本较悬，啊是时间嘛是一种成本，哦，啥物意思？比如讲出迄个 cover， 哦，是唱，是出 cover， 也是写原创曲，哦，即种的就是合作的成本较悬的，嘿，迄个。成本足悬会造成啥物迄个效果咧？意思就是讲，你一世人会当做即种类型的合作的数量是有限的。哦，我先来甲大家开讲者。较熟的人通啥物？通熟，啥物或者通熟啥物意思啦？哇，你一来就黑白讲的，我知影啊，你就即个风格啊。啊，我若听无就听无哈。互 Virtual Neat make 主播推荐的。我看卖，因为我甲伊较无咧互动，我家己若像伫 Twitter 较无甲伊讲，较无甲伊讲足济话，多谢支持，Sandra 阿妈，欢迎你来，晚安啊，欢迎。讲到倒位啊？讲到迄个啦，搁转来吼。Sandra 食饱未？建峰食饱未？阿斌食饱未？袂记你甲恁关心吗？恁敢有食暗顿啊？好，过来吼，对，讲到转来吼。我感觉这足重要呢，所以我搁讲一摆吼，有诶合作诶成本足悬呢。就是爱开时间，爱开钱，所以意思就是讲，你一世人会当做这种类型的合作的数量是有限的，一直拢会变做集团，这无法度啊！就甲大家开讲就足欢喜，我就教话他有法度，我检讨我家己，比如讲你
若准比如讲出 cover 吼，还是写原创曲吼，咱若是一档会当做3条，都真厉害啊啦，对无对无？你看倒一个 VTuber 一档有出迄个3条的迄个 cover 有无？应该毋是逐个人拢做会到，吼啊无就是有法度家己做足厉害，啊无就是伊钱有够用，才有法度安尼嘿。所以咧，你若要甲人合作的时阵，你可能我讲可能啦，你可能会想要伫即个有限的数量内底，尽量去接触无共的观众的群体啊。因为毕竟咱合作的一部分就是爱互相去捡人的观众哦，所以我个人是会建议去尽量去接触愈侪无共的人会愈好。安尼大家应该有了解哈。建峰老师阿蛮欢迎。我是不是叫唔对名？我是讲。但是我头拄是不是甲你叫做建峰？毋是，建峰是另外一位歹势。建中老师阿蛮欢迎救人。喙齿遮长搞话正常，喙齿遮长，迄个喙齿拍干嘛是正常的对无？歹势。大家食饱未啊？有人讲食建峰食鸭肉羹，阿边食鸡肉煎食到饱，救人有够爽的，摕迄支出来是要创啊一出摕一支是要挽喙齿哦，还是要挽我的角，有够凶的。尽量毋是接触，吼，去接触无共的观众的群体。因为讲较短吼，讲较白就是去甲别人合作，吼，有一个真大的挽骹毛有够疼的。咱要迄个甲别人合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客销，哦，迄个华语讲蹭流量嘛，我拢讲客销，哦，客人的迄个流量，创啊摕迄支是要来拍开角的笑，好多谢，是要偷角的就对啊。爆 Q 美式炸鸡，这间我毋捌听过呢，哦，听起来会滴水，那个爆 Q 听起来就是那个接足这款，好像很多只。讲到倒位？对，这我感觉有一寡人，毋是讲，我嘛毋是讲要甲人批评啦，毋过就是有时啊啦，我是讲有时啊。哦，咱甲迄个熟悉的人，熟悉足久的人合作甲足舒适的，咱就会袂记咧讲，成本这个代志嘛是会当考虑，就是你若是迄个时间成本。有限，当然有限，还是讲你钱，你预算有限，当然嘛有限。伫这个情形之下，就是你会当去考虑讲，你可能会想要伫这个有限的会当做合作的这个数量内底，尽量看敢会当逐支，还是讲逐摆的合作去接触无共的人。这是会使去考虑看卖啦，所以像讲我有真济有诶无诶，有一寡是较轻巧诶合作，比如讲迄个伫 shorts 内底小出现一个讲两句话做一下即个临时演员即种诶，即种诶我嘛是尽量就是咧找人诶时阵，就是毋捌来过诶人会当优先来参与，因为就是想讲尽量去接触无共诶人。无就是逐摆拢甲固定的人合作嘛，无好，毋过就是我讲若是尽量去找无共的人会较精彩啦，因为逐个人拢是难能可贵，拢是无共的个体，所以就是大家会使去想看卖，互大家参考，当然拢是参考啊。鸡油互鸡肉佫较好食，鸡油。敢是讲鸡油，毋是拢讲乌油，敢是？你拢讲乌油，华语讲猪油，毋过台语敢是讲乌油？应该是安尼啦，我应该无毋对吼，对无？应该是啦吼，乌油做歹啉诶。食好做轻巧，敢是安尼用的。即台主播甲观众讲话做趣味者，你等下来，你毋知影偌趣味，会当搁较趣味，有时会甲观众冤家有无来，大家示范者来，
讲一寡迄个会互我骂一寡话好无？来，请，互阿辉免费来即个骂的机会吼，袂当讲定有啦，会当讲是袂当讲定有，干那会当讲逐摆拢有。你看随来一个想要下关议会，你是袂？我头拄仔就讲迄个甲作息的人合作，可能做事是的，是啦，甲伊你作息的无毋对啦，啊，甲伊合作嘛做事是。我是讲合作哈，合作做事是吼，听清楚，合作吼。佮有黄油是要，莫伫我讲这个话题的时阵讲啥物润滑好无？啥物意思？敢是润骨？敢是安尼讲？润骨？敢是安尼讲？润滑安怎讲？你教当我才知影啥物？知影迄个大家拢咧讨骂哦。我若有摘掉，直接甲恁线落讲落，恁就是讨皮听，就毋是讨骂尔。足久无看到阮合作，敢有？啊，可能有呢，有一时啊无合作啊，嘿。毋是恁安尼讲话迄个哦，润骨吼，润骨无毋对啊，好。莫伫我讲这话题时阵讲啥物润骨，我互你喙骨分析哈。多谢奖励。你看大家互我骂甲足欢喜的，这就是这啥？就是大家拢欢喜。今仔日太个变做安尼啊啦！希望阿斌有介意吼。阿斌可能想讲，我遮来啊，遮哪会着雄变甲愈来愈奇怪。阿斌要倒走啊啦！恁是咧安怎袂倒台作爽诶？恁遮个人，三更无柳爬上树。哪像捌听过？这啥物意思？这袂记啊。我的台语嘛是普通啦，有个人会讲我台语就好，啊，我就是较有咧讲尔吼，啊嘛无讲做专门吼，啊嘛算袂歹啊。三更无柳爬上树，是讲你三更无柳过，你即个原地会向的物件，伊就会爬上树，就离开你咯。啊，你就袂记你迄个你原地会向的代志，你就袂记了啊。啊，原来是安尼，啥物？不要紧，这原地就是迄种台，莫了黑白讲哦，是讲台语学习好，主播个证婚个较是安尼无毋对，你若有迄个证婚的需求哦，就是你伫开讲时吼，迄个看的吼，迄个有啥意爱，互相看有介意吼，有意爱吼，啊决定要原地结婚呢，会使甲我讲者，我就随甲恁证婚哦，啊离婚就无我的代志，离婚恁家己去找迄个，进前是毋是伫迄个日本组有人咧讨论讲台湾有一个扛棒，有一块扛棒。迄块扛棒是写迄个离婚500，这个伊是迄个大师对无？就是离婚爱请迄个大师写啥物物件写，迄变做一个迄个足侪日本人咧讨论的一个迄个经典哦。啊，恁去遐处理哈，我无负责离婚，我敢若负责证婚。偏社会话题。阿斌介意社会类型的话题哦。我只是有一寡议题讨论啦，不时就会甲大家讲一寡。足侪无共的议题讨论，所以应该是有机会会有你介意的。明仔载有迄个叫做啥？用台语分享新闻，互大家听哦，所以会使来听看卖用台语讲新闻，啥物款的感觉？陈慧芝原底就行这个风格，毋是为着要嘛是为着要配合大家的需求啊，对无？你太当怪我哈！你要看阿慧甲阿姊结婚哈？这怪怪啦！你搁想看卖啦？恁遮人拢火烧厝厝味，敢是安尼讲？喂，敢袂当伫火姊的台开？敢袂当伫火姊的台开离婚 party？ 恁若有想要离婚 party， 恁着较早讲诶，我着准备一个迄个较盛大的即个气话，好无？哦，咱要办哦，着甲恁办甲风风光光哦。安尼敢好，安尼敢好，甲恁办甲风风光光啦，恁着较早讲诶，我阁会当捡一摆迄个题材对无？毋免家己想。主播敢会当新郎兼证婚甲仪礼，请尊重一下迄个，尊重一下迄个官配好无？哈啦，证婚敢是安尼这是客话哦，演那主诶。唱雕的
敢是安尼读啊？我迄个白话字看客话较无熟手，证婚。替别人问的，虽然有个人无得靠，有个人想要合作做离婚 party， 啥物意思？你是讲原底是迄个做 CP 营业的？你是讲原底是做 CP 营业的迄个叫做啥？原底是原底是迄个 CP 营业的迄个 VTuber 要离婚的时阵，现在想要离婚，要离婚的时阵找我去者，会使啊！大家若是有迄个 CP 营业的。即种的 VTuber 吼，你若有想要结婚的时阵，要证婚的时阵，当找我啦，当找我啦，我会当用台湾话替恁证婚啦，做浪漫的有无？做浪漫的。若有需要，甲我讲者哈。讲较倒位啊？分手擂台拍起来，遮刺激哦，遮刺激哦！我进前伫 Twitter 捌讲迄个想要看，敢有人要做迄个做啥恋爱迄个，就是恋爱节目就对啊。结果他会变做是分手节目，可能嘛是有人爱看哦。好啦，可能有机会嘛是会使啦，咱过来想看卖，咱再过来想看卖。只要结婚就是离婚，结婚就是离婚啊，结婚就是离婚，安尼讲嘛，哪像嘛有理呢？哪像嘛有理呢？太安尼。你们家茶啊？好，嗨啊！今日嘛是无动头的一天。好来，过来，转来啊！好来，过来就是我讲大家可能嘛无特别想过的，吼，就是薰味有啊无？这可能嘛歌词啥？这敢嘛是歌词？哪像嘛有理？哪像嘛有讲什么？加啉哦，加啉一寡茶啥？好来，搁啉者，搁啉者。今日这真烧声。合作有诶深有诶浅吼，就是我看大家嘛当思考一下，就是有诶人有诶合作诶对象，较适合做较深入诶合作，有诶人是较适合较浅诶合作。要安怎举例？要安怎举例？好，安尼讲好啊，就是若准你是要做一寡议题讨论啊，做一寡议题讨论可能。就互相爱先知影讲双方的即个立场，可能嘛无一定爱完全相共啦，毋过即种的会讲较深的，可能迄个规个代志的准备爱准备较济，这应该就算是较深入的合作，就算无要做啥物议题，你若是做较复杂的节目，较复杂的节目，嘛算是一种较深入的合作。啥物或者较浅的合作，就是较轻巧的，比如讲迄个，比如讲 shorts 内底需要两句话，需要一个临时的演员来做，来讲一下两句话，还是讲，比如讲我迄个街头访问的系列啦，迄个街访系列啊，就是迄嘛无算足深的啦，就是我准备一寡问题问的，我家己加影片加的，这就算我家己讲这算较浅的合作。做艺娘毋是做艺娘啦，啥物做艺娘？有个人做 VTuber 是做艺娘的无毋对，我即个系列嘛无讲，对啦，毋是迄个街头，莫可是迄个街头，安尼我要讲啥啦？迄个路人访问哦，安尼街仔路访问，街仔路应该就袂当变做迄个街，嘛是会使共音呢。恁欢喜就好，恁欢喜就好，啥物啉来浅浅的合作无啊？真正有找你来迄个议题开讲啊，迄就算有较深淡薄啊，小可有较深淡薄。当然要搁较深的，就是爱搁较复杂的节目嘛，毋是讲无做过即种节目啦吼。好，对。哪像嘛有理，哪像嘛有理哦。毋是这个理，毋是这个理，鸡仔路，迄是路，迄是鸡仔路，毋是鸡仔路，是咧考验我的迄个台语偌好者。
好啦，对，讲到这迄个较深的甲较浅的吼，嘿，大家人的迄个要安怎讲，经营方式无共啦，当然你若是要做较深的合作，通常就会讲你对这个人可能需要有较了解会较好，迄个嘛是讲恁的价值观可能爱较小活会较好。毋过若是较浅的合作，其实就无一定爱想遐济，像讲我即个迄个路人访问，路人访问的即个系列，就简单讲就是较轻巧，要浅就是会当较浅，若是要做即种的内容的时阵，即种较浅的合作，你就毋免惊讲找无人，因为你咧筛选，你咧筛选即个人的迄个标准，就较无遐困难，较无遐困难。所以你要找较浅的迄个合作对象的时阵，毋免惊讲找无人，你是应该是会当找到足济。你若较拍拼的，你就是一个你看袂了，即种人是，就真正是互你拣互你拣嘛是拣半步拢拣袂了啊。毋知深浅歹议论，什么意思？即句话是，即句话感觉伫一寡所在应该是会当用得到吼。好，先写起来。毋知深浅歹议论，敢是讲毋知影即个人的深浅，较无法度去议论即个人。敢是安尼？我摇的，我摇的，毋知敢即个意思。好。所以咧，我最近有咧做一件代志，我最近有咧做一件代志，就是我想要拍骹球，拍无，搁有啊，拍無好，真拄煞，是這個意思耶，我也有對，歡喜啊，對我最近無介意遐識的人，就較無適合去凊彩議論。原來是安尼，這句話袂歹呢，我應該愛多就是提醒我家己，這句我會當家己寫起來，好水，多謝，互我成做一個更較好的阿花，好。講到倒位，轉來，我最近有咧做一件作夭壽的代志，啥講作夭壽，就是要甲家己母甲忝死啊，要甲家己母甲忝死啊，就是我最近想講迄個我迄個路人訪問，多謝你閃後擺講路人，對，就是講到迄個我今日頭殼嘛無解清楚。我最近迄個敢若講即個街路訪問的即個系列吼，即個 shorts 吼，流量真袂歹，真正有受到大家的歡迎，所以咧，我就想講好加做歌，所以我最近佫開始咧找迄個街路訪問的迄個來賓啦，即種簡單講就是較淺的，就是較會當歡迎無共的，對啊，我頭拄仔要拍骹球，拍袂出來，所以就準拄煞。原底是迄個片仔有上，真正有咧上，毋是皮咧上，是片仔咧上，結果就無啊，而且也無法度。人生就是安尼不如意的代志足濟，大項細項攏有，這就細項的，大項的袂當甲恁講，拍無去，毋是啦，拍無去啦，片仔拍無去哦，片仔拍無去，這就變迄個呢，伏地魔呢。好啦，毋是啦，喂，片仔皮什麼意思？皮，敢毋講皮？對，簡單講這迄個雞仔咯，什麼魚仔醬什麼認真的計劃，你愛聽清楚，什麼認真的？你是講較深的合作是較淺的合作是來拍骹球啊？你講啥？你是安怎聽的？好，就是迄個街路訪問即個BB 這是啥物意思？嘛是醬哦，敢是皮醬的意思是啊？閣學到
学着，我著甲大家讲，我台语无讲足好诶，无讲足好诶嘛是逐工咧讲。讲家己台语无做好啊，毋过嘛是迄个放送诶时阵定咧讲着对。教歹个，无啦，无教歹个大细啦，我拢有尽量讲好对啊，讲毋对，我拢有咧学习啦，嘿，哦，是这个意思哦，皮就是顽皮哦，对啊，所以顽皮豹会当讲皮霸是吧？皮霸是啥物？毋是呢，顽皮豹英语是敢是 Pink Panther， 所以就是粉红仔色的霸，粉红仔色的霸。大尾的 VTuber 敢若有一只，好，莫讲着别人。你嘛问者，主播敢会当加入 Discord？ 会使啊，足欢迎的啊，足欢迎的。我应该是有迄个吼。我应该是伫我的说明遐甲迄个 Nightbot 拢会答，迄是真欢迎大家加入的，非常的欢迎，免细字，伫遐就是恁想要开讲，就做恁开讲，就恁要讲啥物生活的问题啊，问讲倒位啥物件好食啊，问讲单火这个角敢会当甲慢落来，我拢会讲袂使，恁要伫遐个互相问互相讲会使，我嘛是替恁无法啦，会使啦。我讲会使是会使去遐讨论，毋是讲会使慢落来吼，就安尼。头是讲我鼻子很顽皮，所以或者我鼻仔皮这是要做搬喙音嘛？会使呢，会使做搬喙音。免细字大是较酷。对，我今仔日咧投影片，敢迄个字有较细粒对无？我后悔才改进。毋是恁好。倒来哦，好，后摆迄个看到皮，我爱先查书本，我才知影是有安尼讲。好，来讲到倒位鼻仔皮，了解，会使做一个搬喙金嘛？原来你的迄个另外一半要爱你叫伊鼻是因为做皮，毋是，多谢大家各位迄个大哥多多指教。有诶是嘛袂当讲阿姊听起来都较大汉，无咱遮迄个先生女士拢有吼，无一定是大哥。就欢迎就是若啥物代语相关的问题，拢会使伫 Discord 遐吼会当问。足侪人拢会回答足紧的，所以阿慧若袂赴回答嘛会有别人，就是替你解答安尼，袂歹，袂歹。因为我讲我的鼻仔一个要拍开就一个毋卖，对啊，真足皮。是要龙角散还是龙角闪？我先闪好无？我先闪，恁摕迄个机仔来，恁摕迄个凶器，要来挽我的角的时阵，我当然是先闪吼，龙角闪。我毋是龙啊，我是想啊妖怪哈。对，通常拢较无咧甲大家强调吼。我是宝箱怪，我是一只想啊妖怪，所以。毋是龙啊！生这角是因为我感觉足好看，莫问遐济。若莫问遐济，咱生活较自在。爱输紧去骑马屁，敢是安尼？马，爱输。我袂晓。客话白话字的声调，我真正较无确定。好，有机会我一定爱来好小研究一下迄个客话白话字的规则。因为客话我真正无啥会晓。毋过伊嘛是安尼讲哦，骑马，好我佫是歌词你硬背，因为台湾话嘛是讲鸡母皮啊。所以咱客话迄个讲法甲台湾话是有相像的。原来。你嘛学白学好，学白学，或者迄个方法莫计较，学的方式莫计较，或者上尾学有就较重要。有道具，我是天才。好，大家会当替我写起来。学习的方式无计较啊，上尾学有就较重要。水，讲倒转来，
讲到这较浅的合作。哦，头拄仔有讲，你若要找一寡合作的对象吼，你若无一定爱做足深入的主题的时阵，哦，啥物好做迄个合作的对象，互你经甲经袂完咧。哦，我直接介绍恁一贴良药，介绍恁一个，我家己嘛有咧用的。咱若去买衫的时阵，咱若去踅街买衫的时阵，毋是有一寡店员拢会讲，这我家己嘛有，买一领，我自己也有带一件哦，即种的，袂输咧卖衫，我家己嘛有咧用啦，我讲真正的啦，我最近用较济啦，哦，就是因为头拄仔有甲大家讲迄个，我最近有咧做一件做夭寿的代志，哦，就是要互我家己母甲贴死，就是咧开始有咧找人来，有开始咧找搁较济人来参与即个街仔路人，好啦，街头啦，街头访问的即个系列的即个采访哦，所以咧，我就开始有咧看即个，我进前若像互大家小看一个的网站，或者这或者啥？伊的名我直接试遮敢有，这是台湾 VTuber 列表，应该是列表啦吼。路头哦，是讲路头哦，好，后回知影路头采访就对。发觉的宝箱，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清有心情唱。我真正做爱一条歌，所以随时 Q 我来唱，拢唱会出来。敬啊敬着上天的灵应，这嘛是歌词少，敢是哦。然后每一台产品主持人家己拢有咧用。你要介绍人的产品，你当然就爱安尼讲。我今日无要介绍产品，无互我钱，这应该嘛无咧趁钱啦，这应该嘛是做身体健康的啦。毋过我真正有咧用，我讲真正有咧用，大家会使大家会使参考者。用路头较无共音的问题是好，知影。后摆讲路，虽然我讲即个共音，迄个逐摆拢讲街頭的時陣，大家拢會講是迄個國街的街頭嘛是笑開啦，嘛是會使啦。我著介意甲大家搭喙講，向安尼講做歹勢，對啦，著真正是有介意甲大家搭喙講啦，所以會使啦。哦，恁要安怎攏在恁歡喜袂要緊啦，大家有歡喜就好，我小犧牲一下袂要緊。來，即個台灣 VTuber 列表好用。我搭一個迄個網鏈仔，互大家好啊！摕毋着，險互恁看到我的 Gmail， 驚死！來，這個網站無需要這個 About， 小等一下，我改一下，應該是這。好，我家己嘛有咧用哦，就是遮會去做者 VTuber 朋友的頻道，你若發現講你無佇內底，也是你做欣賞的 VTuber 無佇內底，應該是會當試這來替因，就是申請就對啊。好，你若來這個網站，伊就甲做這 VTuber 安尼就擺出來，我頭拄仔是毋是有講，恁若要用這種方式來找合作的對象的時陣，你真正是經甲經無，毋是經無，經甲經袂了，絕對袂經無，經甲你經袂了，就是這個意思。這頭一頁爾，有偌濟？有28頁呢。啥物？你嘛要看阿輝秘密花園無？迄種物件，這有幾頁？這有28頁，所以有幾個？應該無你，毋過有看到我。好，小等來看敢有你。來，2755。甚至有誒，我是真正頭一擺看到誒。2755誒，互你揀啦，安尼大家知影無？你若是要找合作誒對象吼，而且你誒迄個氣話閣是會當互足濟人，鬥陣參與的即種，像講我的迄個叫做啥？像講我的迄個路頭訪問即個系列，
哦，好啦，街头街头访问的即个 emoji 我有教伊，我即摆才看到，这袂歹呢。即个，我即摆伫开讲室搁打一摆即个街头访问，后摆大家要讲街头访问，就会当用这个，大家就看我，哎，水啦，这有够好笑。好，街头访问 ，OK， 所以嘿，就是这 CD。好，后回大家，毋是，若有要做甲即个街头访问小话的即种，就是会当开放互足侪无共款的人来参与的即种气话的时阵。哦，就会当来遮哦，就会当来遮哦。嘿，我进前搁捌我毋是捌对有捌进前搁捌甲大家做伙耍一个足刺激的 game 有无？就是请大家哦讲无要创啥，无要讲要创啥，哦请大家互我一个数字，嘿有无？哦迄阵就是了后，恁互我数字了后，我就去找迄个网购是讲一个数字的，就去招伊来街头访问有无？对啊，我感觉后摆访问的时阵，递一个街头的无啊？这有够好笑，好，这我先偷去，后回来试看卖。好，头拄仔讲那有狗啊，对有狗啊，这哦，柴犬店长敢是？这算狗啊对无？狗啊应该足济啦，狗啊，这个世间的狗啊是真济，这个世间的猫啊嘛真济，毋是捌达啦，毋是啦，啥物捌达家是啥物？捌甲达家，这歹念，好，所以咱会当来敲锤看卖啊，敲锤看卖，看恁买，我想看卖啊，等下，我看卖者，好，像讲，想要知影敢有啉奶对无？我拍一下字啊，小等啊。我拍啉奶是毋是应该就爱有？看敢有？我真正毋知哦，无，好，所以大家会使去饲迄个有这会当申请即个建档啦，会当申请建档，所以大家会当去，也是啉奶家己会使去申请者，去申请者，好，咱就是头拄有讲我是伫倒位813哦，我看卖，敢有变？无变，我嘛袂记你顶回看的时阵是伫迄个网购是偌济啊，袂记啊。回滴就是安尼，所以我若真正要来起笑，我就真正有2000几个，这敢是咱的朋友摊入去啊，但是我若真正要起笑，我就真正是有2000多个，你要3000个，你要3000个通好景。就算有可能有一寡是迄个已经出业的，已经无咧活动的，就算是安尼哦，应该嘛是有2000个啦，通好来邀请吼，所以是真正有够济，坐甲那山咧，真正是坐甲那山，所以介绍互恁，恁若毋知要找啥合作，完全无想法的时阵。就会当来遮吼，闲的看的，可能就会有一寡想法，这网络个角，对呢，啉奶嘛有角呢，对啊，啉奶嘛有角，恁若网我的角网无够开，食无够，会使去找啉奶好无？啉奶你就啉奶啊，奇怪咯，毋是坐甲山啦，山嘛足济嘛对啦，坐甲那山拢有理啦。通常是讲坐敢若山，还是坐敢若山？毋过台湾的山嘛足济，对无？台湾的山嘛足济粒，对啊，啉奶原底拢是讲迄个讲话较强，爱叫大家观众朋友较啉奶，结果太会变做是叫啉奶较啉奶的哈。哎哟，无想到会变安尼哦，什么山坡的你先人了解，什么意思？这嘛是歌词呢？敢若介意我会讲，安尼我应该是我应当是爱欢喜吼，我应当是爱欢喜啦吼。有阿叔哦，敢有？
我看卖，我来找看卖。紧来选，你即摆只选已经袂赴啊。我来看卖哦。好，或者就是大家若有想要出现伫顶面，大家若有想要出现伫顶面，会使去申请一下，我无开迄个画面上，好，我搁开，就是伊这应该嘛是无啥物问定啦，应该是无问定啦，所以应该有想要申請的人，應該是會當家己去申請才對啦吼，應該是，恁著試看覓，吼，這是愛國協會，我真需要一個愛國協會，對，啥物有做鳥鳥何必為難鳥鳥啊？這你都毋捌啦，就是講迄個你若佇山頂吼，拄着一隻熊吼。拄着一隻熊啊，即個足歹鬥陣的要甲你拆食落腹，即個時陣要安怎呢？你若是有甲你的朋友做陣爬山安尼就簡單啊。你無需要走甲比迄隻熊較緊，無需要，你干那需要走甲比你的朋友較緊就好咯。講一個意思，好，忍耐你就較忍耐吼。大家迄個想要滿足的即個欲望吼，都交互忍耐來承受哦。好啦，莫安尼啦，講笑啦，大家愛互迄個，大家愛對。因為講攏有你，所以才是講攏有我，記得是安尼。哇，因為咱這個開講是有時間差，有時啊大家笑開歌，有時啊掠無吼，請大家原諒嘿。有夠夭壽壽，我著無良心嘛，對無？大家攏知影當伙只是種對啊，連我都知哦。替身攻擊敢是即個意思？原來替身攻擊就是甲你的朋友迄個甲你代替你犧牲，就叫做替身安尼啊。對，甲朋友彈出去。你敢知影？你若無法度走甲比你的朋友較緊，你著互伊走較慢的就好啊哦。好，袂當講實在，莫有白講。等會只請冷靜。好，來講一個會當講的。你啊到底敢是安尼啦？毋對啦，袂當講這啦。來。你跟到 bonus 啊？安尼今仔日有影是講較緊呢？好。加在攏無朋友，這是袂當講的，就是無禮貌的話袂當講啊！我已經講足超過啊，袂當個烏白講啊！大家就講當伙子無水準，就無要來看，安尼袂使。加在攏無朋友，毋是啊！你愛有朋友通好犧牲，才會當佇迄個你需要的時陣，甲伊殺出去，有無？好啦，講笑的啊，毋通當做真的啦，大家應該攏是大人吼，攏迄個頭殼攏有需要生出來，攏有生出來吼。計嘛好，較有時間通歇課好對。明仔載閣愛迄個含大家分享新聞吼，閣愛小準備一下，確實是愛小準備。你攏無聽到，你會使報動啊！安尼，大家觀看迄個時數，即我遮嘛凊較懸的，我就會較歡喜啊，對無？無水準，毋過有風度，多謝你學了呢，感恩。就是大家攏知影我無水準，連我就知，應該是大家真正攏知啦吼。袂要緊啊，我就無水準啊，袂要緊啊，我就無形象啊，我就無心肝就袂疼，對無？好，無講笑的，無生氣哦。講到倒位，大家攏歡喜對啊，就佮大家搭喙講，無聽到我也袂當講啊，就袂當講佮聽。好，過來，真係咧騷聲叫人。好啦，一寡 bonus 吼講的，頭一項，安尼做，保證你會得失到人。教大家一步，你若想要甲人得失到，無啦。安尼講的意思就是請大家莫安尼做，好無？我講安尼合作的時陣，有一件代志真正會當臉面得失到人，因為都有人安尼，就是甲我得失。我就感覺迄個足袂爽的。對，是啥物呢？就是甲別人做的代志當做足俗的、足輕巧的。
有时啊，别人的气话吼，就是比你所想的搁较开开啦。啊，其实人可能做甲足认真的。虽然有些人看起来就是足轻松，做甲足自然。比如讲迄个台语教父家教啦，就进前倒捌发现，进前倒捌有人，就表现出来即个态度，就是敢若讲我的即个，互我就是随着感受着讲，伊感觉我的即个台语教父家教是真轻巧的代志，因为伊就是即个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袂输，就是话来就来，啥物意思？就是讲，就是要安怎讲？就是你着听会出来，伊着感觉即个台语教父家教是毋免准备的代志。伊着讲无，你着明仔载着来我遮开台语教父家教啊！我着想讲啊靠腰这主题着爱大先准备啊！我嘛是爱做功课才会当甲人教，对无？咱要做台语教父家教，爱较负责任的啊！逐摆的主题，逐摆的即个教父家教嘛，拢是有主题。你若有看过，你着知影看起来就是爱准备的。我想讲什么意思啊？话来就来，袂输咧话教你，所以我就无答应即个合作。请大家莫安尼做哦，而且迄个有时啊，人看起来足轻松，是因为伊准备甲足完整的，什么意思？是安怎有的人咧讲一寡复杂的比如讲咧教一寡较困难的台语词的时阵，我就记我的咧，有时啊。上将你派，这当然袂使问，当然袂使讲，我是毋免顾我的迄个太当问即种问题，当然是袂当讲啊，对啊，爱准备真侪资料，唔对，Mercury 阿蛮欢迎，因为阿慧今仔日佫无动头啊，所以毋知影会开偌久，已經講1點鐘啊，我今日有小可感冒，所以有淡薄仔燒聲，我毋知影敢會當佫1點鐘，我無確定吼，所以對，嘿，對，所以請大家莫安尼做哈。就是 CD， 有時迄個我記我的咧啦，比如講我若要教一寡足複雜的、足困難的台語詞，我太會攏袂緊張，我太會攏有法度安尼，就是講到聽起來足順的，是安怎？因為我準備足濟解，因為我感覺我要呈現互大家，就是有準備好的即個模樣，所以我會開時間去準備。所以有時人看起來足輕鬆，也是人看起來迄個講甲足自然，做甲足自然，有可能是因為伊準備甲就是有開開力，伊有開時間咧準備，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尤其你若是真正想要甲人合作的時陣，你著莫甲別人的工課，也是莫甲別人做的代誌。當做足輕巧的，就是足輕巧的。毋是哦，大家出來做即道出來做表演出來做創作應該攏是有咧開開啦，有咧動頭殼的啦是，袂當講毋過通人知幹嘛呢？我攏無甲大家講啊，哪陣我無甲大家講，大家嘛要知影，就代表。是伊的問題，毋是我的問題。敢若會當講安尼，我毋知啦，反正恁以為毋對人啦，我哪會知？對無？我就無講啊。就是講，就是講袂要學迄個大便的台語嘛，是想要認真學。大真啊學甲足認真的啦。雖然迄個飄地飄地看起來迄個做笑可以講要迄個教迄個。大便的台語，毋過大便的台語會當教到2點鐘，這就表示講係內底迄個真正抾足濟，毋是抾大便，無抾屎，內底抾足濟事，有準備足濟，才有法度講到2點鐘，對無？大嘛有認真學我嘛有認真準備，無毋對啊，這個是真成功的合作，對無？對，安尼大家都知影吼，對，阿聰阿姐講對啊，無毋對，就算是輕巧，就算看起來是輕巧。嘛是因為是愛表演，當然想要表現出一個，就是看起來足輕巧、足自然，足有自信。這個款互大家，安尼大家就要安怎講？迄個氣氛，迄個表演的氣氛唔才會好，迄個放鬆的氣氛才會好。所以是安尼無毋對，大便足豐富，聽起來袂輸，迄個量足濟也是安怎？敢是安尼講啊哈？數大便是沒？數大便是沒？
2点钟的大便足厉害，是啊，要讲到2点钟，迄就是学生嘛，爱真认真，一直问问题，毋才有法度。2点钟的大便，迄个落尾的原底有准备小便，小便讲袂了，所以搁有后悔，搁讲2点钟的小便，是安怎？这都是真正学的人足认真，教的人嘛足认真，台顶10秒钟，台下就爱10年的功夫就对，对，无毋对。迄时阵气氛冷冰冰，谁爱看？嘿啊，对啊，无毋对啊。就是虽然迄个我尽量，这个台语教父家教，这个系列，我就是真正拢较尽量是，互对方较，就真正是轻松来做一个学生来上课安尼啦。大家若捌做过家教，就知影，嘛无一定爱家教。大家若捌做过人的老师吼，尤其是迄个即个时代，较早的时代我无确定。若捌做过即个时代老师应该就知影讲，学生会当无认真，毋过老师就爱做认真老师应该爱准备的，拢嘛爱准备。学生敢有认真，毋是你会当控制。当然啦，迄个台语教父家教甲我合作的人，拢真正拢是做认真的学，我嘛真正甲因分享甲足欢喜的。因为你若迄个态度真明显，就表现出来。你看我无，我就袂甲你合作。但是我头拄仔讲的迄种的。就是甲即个台语教父家教当做做轻课，这我就袂瘾教。讲较白是安尼无毋对，所以当然咱若想要做人的老师，都爱较认真的，都爱准备较完整的，对无？所以无毋对啊，无毋对，所以会当表现出这个简单轻课的感觉，就是因为迄个有咧拍拼，是，完全就是安尼。2点钟的大便秘诀毋是啦，毋是秘诀啦，无秘诀啦。我通常拢走北。阿大真正有甲走北学起来呢。迄个顶回甲伊联动的时阵，伊就搁知影走北。救人。2点钟骹会麻。我嘛会做 VTuber 是真辛苦的，骹拢会麻。我应该小调整一下我的骹，好，无代志。火鸡老师你好啦，我也无调工要做人的老师。火鸡教主好，莫阁教主啊，我就无咧创宗教，莫黑白甲我叫教主。是对啊，有啊，大家有学起来啊，逐摆拍歹势，逐摆甲我暗顿食米糕哦，虽然无人问我，因为我拍的时阵有迄个米。哎呦，泰哥送的想要听这。讲到倒位啦？讲到米哥，毋是要讲米哥。啥物台语教毋是？卡巴去是要安怎走？佫有一条歌叫做卡巴巴，西讲兄仔会卡巴巴，安怎唱？行路双脚会麻，坐久尻川会疼。讲先者 ，Yo bro， 我阿曼欢迎你来 ，Yo， 欢迎啊！想讲今仔日是即个风格啊，欧拉夫，卡巴换体咧啊！坐久啊，你的骹会麻，你着用体，你着倒落啊，原来是安尼。哎哟，毋是啊，你的囝。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 感谢阿斌的寄付。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 多谢你的75块。明仔载去通啉咖啡啊，多谢，我今仔足需要啉咖啡，才有法度做咖啡。多谢你的75块，感恩！哇，今日才加这个会员税，就搁互我75块，足感动的，我要流目屎啊！多谢。苦累爬起来嘛是一条歌，这我无听过。米哥敢有加酱？无呢，我食原味的。对，你招我去爬山，我甘愿倒伫涂骹。顺续甲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有咧想讲，这敢莫先讲啊？回dit，好啦，头讲哦。真是头仔讲哦。
恁会使去甲别人讲哦。就是我最近有咧想，可能3月开始有咧考虑啦，就是加唱一寡歌。哈，总有素质的大敢有影，多谢阿斌的学乐是你毋敢嫌啦。歹势阿辉有啥？迄个伤过欢喜，就会较三八的，你得接受这个现实。多谢你的寄付，祝你生活充满乐福呢。就是多谢，我尽量做一个有素质的人，尽量做一个有水准的人。虽然有时讲话真都三八无礼貌，毋过请大家原谅。我是为着要互大家欢喜，毋则安尼吼，拢怪大家。阿辉上爱狗仔动车，因为或者嘉宾哦，这嘛老笑可啊，虽然是听袂深啦，讲到倒位，对，对啦，头拄结婚了，咧甲我接歌，互我想到的啦，使我想到就是我有咧考虑，因为进前甲别人合作的时阵，有人甲我讲，迄个应该嘛会当讲是啥，迄个爱因律师。有甲我学了，是伊毋敢嫌，毋过伊有甲我学了，讲我会当讲家己是台语歌手，讲我会当讲家己是台语歌手，大家毋知大家敢有熟，就是较对于迄个 VTuber 的一寡艺术较熟，反正歌手艺术就是搞唱歌的人，我家己是感觉担袂起，我家己是感觉担袂起啦，毋过有咧考虑，可能3月开始我要来试看卖，看敢要加开一寡无劳动的歌会，有可能会，就有可能会加唱一寡台语歌就对，但明显的歌，伊就唱苦落去爬起。这条我真毋捌听过，我敢若知影有迄个保健食品的广告，就是咧讲迄个苦落爬袂起来。你若食迄保健食品，就变做苦落爬起来。这种的，我是广告有听过啦，广告我较有听过。啥物啦？阿嬷跋倒莫甲伊扶，互伊家己徛起来是啥物啦？叫人讲啥？担袂起，加担几摆就会使。什么意思？就是爱加训练就对啊，是吧？加训练就较担会起啊。好啦，迄个有时互人学乐嘛是爱迄个练习去惯势啦。因为人甲你学乐嘛是足真心的，所以有时嘛是会当接受人的学乐无毋对。孤乐二仙家，孤乐，才有一只乐，孤个爱找一个，我毋是孤恁若要掠 VTuber 去做材料吼，咱开角色看起来是有一只乐恁家己去处理我无鼓励，毋过我也无主动今日是听表协会因偷写的歌免付好，我稍等来听。因的歌有几条我较熟，其他较无熟的我有一寡就较袂记。保健食品无赞助，所以迄个名我就袂当读哦。恁著开讲时要讲是会当讲哦，会当讲，无甲恁限制。我就无讲因的名无赞助。对啊，阿聪阿舅嘛真爱甲我学乐，有影。对啊，我知影有真侪观众朋友，拢定咧甲我学乐人拢会歹势。家己敢若做，即个声我无法度。我太安尼对待大家，好啲就安尼，多谢大家，就是会甲我学乐啦，是真正会足欢喜。我特地我有价值，我要哭啊，伤感动啊！多谢大家，今日是有阿斌，就是加入我的会员，佮赞助我75块，佮有足侪人来甲我学乐，佮有足侪人甲我看，恁拢对我遮尔好，我就讲我做300的。我有先甲大家敬个，好啦，欢喜是真正欢喜欢喜是真正欢喜，300嘛是真正300，大家都爱看，好啦，对，头拄仔讲啉水者，啉落去，毋通老虎开，跳舞落去，
大家欢喜。不哭不哭，眼泪素珍珠，素珍珠是要用素的哦，素迄个粉圆就对啊，用素讲素粉圆，不哭不哭，眼泪素珍珠。哦，这条歌哪像无好吹是哦，好，多谢你会当搭伫咱 Discord， 咱就通去看。敢有粉呢？粉圆哦，敢有车的粉圆啊？我唔知啦，粉甲口感较好。我较无咧啉粉角，这个较无经验，因为我通常我食迄种饮料拢较无咧加料的，因为我家己都做有料，敢是安尼讲？因为我家己都做有料啊，所以我拢啉迄个无料的饮料啊，素葡萄，毋是啦，素葡萄是树仔顶的素葡萄啦。粉圆敢是用粉做的？是啊，粉圆敢毋是用粉做的？粉圆毋就是用迄个做啥淀粉？迄个淀粉是啥物淀粉？我煞毋知。番薯粉是啊？粉圆敢是用番薯粉做的？我最近拢想起来，迄个阮阿嬷拢是讲番薯。虽然我通常，加一寡好心就是错的。喂，太哥啦，卖啦！安尼我唔敢食粉，我就无咧食粉圆，安尼无代志。素薯粉，敢是树竹粉，敢是安尼讲？毋是啊，味素粉，你是要食到偌迄个，偌迄个，迄味敢袂出来？竟然讲珍珠一定要蚵仔死才有。所以珍珠可能是素的，不过同款的杀生，毋是迄个珍珠啦，粉圆，毋是迄个珍珠啦，粉圆啦。片仔果然是片仔啊，迄个好心就较大只，OK，迄个需要迄个文号的大豆，好，应该是要有位，我只是要一直无传新的豆，好，我记起来，等下恁的愿望，我先愿望，恁的愿望我先记起来。文和大豆，了解。塔皮欧卡，素塔皮欧卡，原来是安尼。已经有哈无毋对。虽然有足侪人拢家己当做哈的哈咧用，毋过伊是有片音的哦，伊是白话字的哈。所以大家会使家己先暂时当做迄个文和的大豆吼。敢要出一个新的文和的大豆，应该嘛是会使。我再来研究一下，好，太讲到这，要讲迄个啦，迄个合作的时阵会发生的一寡意外对无？对，哈啦，对啊，我拢安尼甲大家歹啊，对无？我上爱甲大家歹啊，你讲哈啦，你讲够歹，害我家己嘛惊着，我家己嘛惊着，太安尼。歹势，最近拢较无胆，拢会家己去惊着家己。对，转来哦。要来讲迄个合作的时阵，可能会发生一寡意外比如讲啥呢？比如讲，有足侪种呢。我想看觅，先为较简单的来讲吼，比如讲人雄无倒来，这种是大家可能较会当想象。这嘛算是较普通，可能较事常会发生的代志。人向无倒来，比如尤其是下过，那意思，人咧甲你下的时阵，你就甲下过啊。你是甲伊下过要创啥啦？但是有时就会发生这种状况，人向无倒来，比如讲，尤其像我迄个街头访问，我后摆就莫讲，无需要讲路头，我就讲街头较好笑。咧做迄个街头访问的时阵，就总是因为要约的人足济，约的人愈济，你去拄着状况的几率嘛愈济嘛，这应该就是一个统计的结果的这事实啥物 over my dead body 下啦，真正爱下过哦，甲你的尸体下过就对啊。毋是，
倒来。虽然甲大家开讲嘛，真做欢喜，毋过，想要讲的也是先讲者啊，总是会有一寡常常发生的状况，就是对方就常常无法度来，这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是迄个先录影的，就是约时间来录影，录了才来加影片，这种就较无遐严重。毋过 VTuber 有足侪拢是做迄个直播，拢是做迄个现场放送的，这种人若常常无法度来，就较麻烦，就较麻烦。所以大家咧做计划的时阵，咧写企划的时阵，嘛会使先去考虑到，若准发生，要安怎？就亲像讲迄个，比如讲啥物，伫学校咧办迄个活动的时阵啊，比如讲运动会啊，拢有啥物，拢有迄个落雨的时阵的迄个备案，对无？啥物雨天备案会有啊，所以嘛会当去想看觅，若准发生意外状况的时阵，你要安怎处理？这会使大先准备，这爱去顾虑到，来，先回答无正经的问题，再回答正经的问题哈。啥物敢会互甲搞着？嘿啊，就甲你搞着，你要甲我下过，袂使，我会角会甲你吐。下过，互伊袂大汉。哪像有即部对无？甲人下过，就会互伊迄个较无得发育，有即种仪式效。就是咧甲同学欺负的时阵，甲伊下过，就是互伊较无得生遐悬安尼即种的时候。我哪像捌听过即种讲法呢？哪像有得巴蒂啊，话转来嘛是正常，莫互伊变做一个正常的代志，好无？好，来，正经的问题，即款情形阿慧会安怎？好，爱看你是讲，好，我拢讲，头一种是讲迄个嘛，录影，就是有约时间录影的，就因为好，我就真正举例讲迄个像街头访问即种的。像讲咧做街头访问的时阵，逐个来宾我是约半点钟，约半点钟的即个录影时间，所以呢，若准迄个时间到，伊还袂出现，我先甲伊等，可能等，我会先甲伊提醒啦，我即马就是一开始知影有个人会袂记你时间了后，我即马通常我若有会记，我通常拢会记啦。我若有会记，我前一天伫咱约录影的前一天，我就会传一个信息甲伊提醒，讲咱明仔载即个时间伫线顶相见哦，就比如讲啥物，咱明仔载下晡1点，来伫 Discord 相见哦，我会敲电话互你哦，就安尼算是甲伊提醒，伊若有回，我就较安心，过来过顿工迄个时间伊若无来，我就会等，我就会传信息问讲，请问即马甲你敲电话敢有方便啊？安尼甲伊问，若准佫无来，我就会想讲，伊是不是有拄着啥物状况？以早我先讲以早，以早我迄个情绪的管理还无亲像即马遮好的时阵，我会生气。我就会伫遐想讲，毋是你遮尔啊无尊重人的时间咱就已经约好迄个做即个节目当然是对我嘛有好处对你嘛有好处你也无你约好你无来，你是甲我当做啥？当做我塑胶做的呢？安尼，以早会生气，即马较袂。现果阿曼欢迎，阿曼欢迎你食饱未？欢迎你来啊！好汉破腹来，这嘛歌词好汉破腹来三支钓，就即个三支问钓。我无来就祝福伊点迄个粉圆牛奶茶时阵，拢摕着迄个细支的水果。哇，你这有够凶的！我拢祝伊迄个放屎的时阵无卫生纸呢，应该是我会较凶，肯定是我会较凶。搁有啥？迄个行路的时阵打着礼狗，好啦，莫安尼啦。对。即马就是较袂受气，就是想讲受气嘛无效，看较开嘛可能是因为即种情形发生伤侪届即嘛无法度，因为我迄个街头访问已经问超过100个人所以迄个你若讲100个人内底，你若讲5%
的人有状况，安尼嘛是误的，吼嘛有够济啊啦，真正足济啊啦。放屎的时阵拢用射击的数，你放屎时阵要用数讲是啥物意思？是咧讲啥？是咧讲啥喂？行路跋倒较凶啦，较危险啦，无安尼啦，免遮凶袂要紧，应该是要毋免甲遮凶。嘿，咱做人爱较，迄个啥，人情留一线，迄个日后好相看。嘿，好，对，啊，就是讲到倒位。讲甲以早的时期，即马较袂啊，即马就是反正即马我迄个会当做的代志，就是坐甲做袂了啊，所以伊若无来，我就是想讲，哦，安尼我阁有半点钟通好做别项代志啊，我着可能要拍一下歌，还是就是我做者迄个小说影片，拢会大声写歌，哦，才来念，哦，啊，时到我要上迄个字幕的时阵嘛较紧，哦，所以我拢。就去食迄个肯德基的蛋挞的时阵，食着电池哦。最近是不是有人食着电池？我哪像看到迄个图有够恐怖的，有够恐怖的。嘿，毋是啦，免遮凶啦，这有够凶的，是咧安怎啦？嘿，啊，反正就是即马着看较开的，就是讲好，伊若无法度来，反正有一寡迄个做临时的状况哦，这嘛无法度，这嘛无法度吼，所以我着想讲，我着莫开时间甲伊受气。哦，这对我就无啥物好处，所以不如我就看要拍一下歌，我就搁有半点钟通好拍。哦，也是伊真正，我若等伊10分钟，伊搁无来吼，我就想讲好，因为迄个啥？因为迄个甲伊约录影是约半点钟，哦，是约半点钟，哦啊，有可能就是后边阁有另外一个人吼，所以伊若10分钟也袂来，就嘛免录啊，就是就是已经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已经无啊，哦，所以就变做敢若剩20分钟。这时阵我就想讲，我都会传一下信息甲伊讲，你是毋是有临时有拄着啥物状况？安尼咱就你若后回阁有时间，咱再来约，嘿。一开始较拄着即种代志，较会受气的时阵，拢会想讲好啊，就莫约啊。啊，即摆要是会迄个讲一下，也是咱后回再来约，嘿，就安尼处理啊，就嘛无特别安怎处理啊，嘿。啊，看到新闻了，电脑想要食看卖，啥物意思？电脑想要食迄个蛋挞，你是想要食电池哦？南仔坑店，你个有记是倒一间店啊？啊，南仔坑好了解，大家做粗残的，你要加学习好。这就是嘛是啦，就是有的人咱讲一寡较歹的话咧，讲骂的时阵，我嘛是会感觉讲会使学习一下啦。学习起来，毋是讲你一定要做一个足粗残的人，毋是讲你一定要做一个足歹的人。啊，毋过你学起来，你就是有即个选择哦，你就是有需要甲人安尼迄个啥，踢破面的时阵，时间就读好用哦，学起来就无损失咯。你会当学起来，啊，毋过继续做一个温柔的人啊，这嘛是会使啊，对无内日语两塔哦，食了就会足有电效，会使做电池的广告啊，水场面话，有些是场面话无毋对，啊，毋过我嘛会看呢，我若是讲即个人真正就是无介意合作嘛，无要紧，就可能就无一定会讲会当约后摆。我就会讲我可能就会讲毋是安尼，大家就知影我的秘密啦。后回我安尼讲，迄个人就知影我是啥物意思啊。好，袂要紧，继续讲。已经讲一半，头已经写一半，好，甲伊写了。就是我若感觉讲无一定爱个合作，我就会讲若是后回，因为我就会讲，迄个因为想要参加的人足济，所以迄个后回若个有时间，我才来甲你约啦。我先去就是互别人较优先安尼。当然嘛，有些嘛真正是因为真正想无用，所以嘛无一定。有些真正是，那迄阵啊，就是代志较济啊，有甲我约录影的人嘛较济，就真正是，就真正是无法度，嘛是有可能，敢是场面话嘛无一定是重要，毋过就是讲话的时阵，通常啦，通常的就无一定爱踢破面啦，无好处。踢破面是有些可能作爽的，无毋对。
啊，毋过除了即个情绪方面，互你作爽的以外，嘛无啥物好处，嘿，所以无一定爱安尼哦。所以咱迄个台湾话就有俗语话有讲，俗语话就讲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嘿，是安尼无毋对，所以迄个像人爱互机会，啊无成人诶，就场面话，嘛是安尼无毋对。你总是迄个讲话，你爱展现你诶风度啊。诶，上无你家己看起来就是一个讲话好听诶人，嘿，毋是为着对方，是为着家己哈。嘿，啊，来火蛇加一起成长，是啊。学一寡好用的、无好用的，有营养的、无营养的，拢会当来学啊！大家做伙变甲更较牛啊！嘿，啊，真正，敢有即间餐厅，这我也捌听过。嘿，讲到倒位啊？对，讲到我会安怎处理？头拄仔讲的是迄个约时间录影的即种，另外一种可能大家更较想要知影的，就是现场放送的直播即种的，现场放送的。即种诶，若是人临时无法度来，吼，我着爱家己，对啊，因为其实，迄个逐摆咧做即种需要合作诶，迄个放送诶时阵，我拢会先想过，毋是咧操蛋吼，毋是要顶讲我做牛诶吼，毋是即个意思，是我真正会先想过讲。若准对方常无法度来，吼，因为即种代志可能性足济嘛，可能人迄个网络常有问题嘛是有可能啊，各种的问题拢有可能会发生啊。若准对方常无法度来，我要安怎？我拢会先想过，吼啊，有诶节目可能是你会当家己动者，比如讲迄种迄个投资马子，就是迄个啥？初代迄种诶，互人敲电话 call in 诶，迄种诶，就是比如讲你可能有6个人要 call in， 啊，你反正其中一个人网络无法度，就是有问题无法度敲电话，啊，即种情形较好处理。即种情形就是你另外5个人嘛，拢是会当甲迄5个人讲电话啊，你其中一个人就变做伊若无来，你就家己一个人爱甲观众开讲，这较简单，这较好处理。哦，啊，若准另外一种，比如讲啊，我知，哦，比如讲我，等下才笑，很够讲甲伤好笑。比如讲啥物，哪有可能即种，哦，我甲另外一个来宾，要2个人讲话，互大家听的，即种情形咧，我嘛会先想过。若准对方向无法度来，啊，即个节目就无意义的啊。即个节目若是无迄个对方，因为大家就想要看我甲迄个人开讲啊。对方若无来，我搁一个人甲大家开讲，这就无意义。所以若真正发生的时阵，我嘛干那会当伫开讲室，迄个公告公报讲，来宾今日向有代志无法度来，咱就爱改后会，嘛干那会当安尼吼，所以就会安尼，对，大概拢是安尼处理啦啊。你若是真确定你迄个时阵无法度来，当然通常拢是你愈早甲对方讲，就会愈好处理。有可能是对到巴西无卫生纸，所以无法度来啊，所以大家就知影毋通乌白讲纠缠哈，袂当乌白讲纠缠哈，无反正你讲纠缠讲你后摆迄个放屎无卫生纸啊，伊就无法度来参与你，伊就无法度来甲你迄个啊，嘿，是的，嘿，我那是干那要看迄个人，毋是啦。就是这种节目，就是对方嘛足重要的，对方非常的重要。你若无对方这个节目，就无意义的时阵，就无法度啊。嘿，啊，不过当然，大家人的选择无共啦。像我会当想象，可能有的人的选择就是变做迄个可能改后会，就比如讲我甲志明应该无 VTuber 叫志明吼。嘿，比如讲有一个 VTuber 有做志明，好卖志明春娇好。比如讲有一个 VTuber 有做春娇吼。上岗了，neko 好死你哦！你好，开台辛苦啊！讲一下中文，开台辛苦了，欢迎降落。对，你好，我是陈火蛇，我是花季猎网罗和厝边啊。平常时讲台湾话较济吼，最近都是讲台语比较多哦啊，但没关系，那个聊天室打中文我也看得懂，所以大家可以用自己就是习惯的语言跟我聊天就好。
开了辛苦了，欢迎降落，耶！真是我的荣幸，太感谢了，欢迎欢迎。迄个今麦这个系列叫做强迫出道教室，就是我要逼大家出道，所以若是有想要爱你的观众朋友出道的，可以降落过来，让我叫你的观众出道。干不起来呢？对啊，反正这个系列我会用台语，对我觉得用台语比较酷，所以对我都会用台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出道的时候发现的美感，或是一些五四三有的无的各种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当来看，欢迎降落啊，然后跟降落的朋友打个招呼。Neko Hoshimi Neil，可以叫你 Neil 吗？Neil， 欢迎你来啊，阿曼欢迎，还有亚飞阿曼欢迎。初得是什么意思？初次得道升天哦，看不起来呢，看不起来呢，初得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聊怎么友善的诅咒放鸽子的合作对象，是这样没错，但不是这样。不啦，对呀，对，我们刚刚有说，那个会当互伊迄个放屎无卫生纸啊。哦，出的啊，原来是出的，欢迎转播出的，会使啊，可以叫你猫星或Neil，因为我看你的名字有写日文好像是Neil，对不对？那我就叫你Neil好了。好，欢迎Neil来。正常人生到底啥意义？奇妙的心，骄傲的家己，这应该嘛歌词啦吼。我遮观众吼，迄个各种的拢有，有的就是迄个较爱唱歌的嘛有，拢有啦。啊，较爱画图的嘛有啦吼。讲到倒位。好，OK， 欢迎Neil来。然后刚刚在讲，头拄仔咧讲迄个啦，合作的时阵会发生的一寡意外。合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就讲到对，那是人雄无来，要安怎处理？你应该是有回答到问题啦吼。大概就是你要做合作的时阵，会使先有心理准备，就是真正有可能会发生一寡代志，就可能对方就真正人雄无法度来，嘛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家己嘛捌发生，就是同款是迄个街头访问的即个系列，就迄天我有甲人约录影，约下晡的款，我煞袂记，就是约要甲伊录影，结果咧，迄天我起床，我头壳就足痛，就痛到我无确定我敢有法度甲伊录影呢，因为我要讲迄个访问的时阵，就是我家己嘛是爱专心，所以我若知影我头壳咧痛，可能较无法度专心，我就开始想讲我敢会当，所以我落尾就较会有法度，真正是家己有发生过，较有法度去体谅别人，就会去体谅别人讲，凡说伊真正有拄到啥物状况，互伊无法度来，嘛是有可能的，而且毋是讲逐个状况拢会当提早甲人讲的，所以我就较会当体谅讲，真正有可能啦，人嘛毋是愿意的。毋过就真正有可能会有一寡意外的状况，比如讲进前嘛，我想看卖有啥物是会当讲的，非得就足济，就这无法度，所以就家己会当先准备一寡备案，就是当然你会当选择伫发生的时阵才来受气，嘛是会使，毋过我感觉这较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不如就是你先有准备备案较好，像讲即马随时拢是，像讲我即马随时拢是有心理准备，讲我甲人约录影，时到人若无来，袂要紧，我有别项工课当先处理，嘛是会使。所以之前嘛捌发生过，就是伊可能是伊就是临时无法度来，我共款原底要甲伊采访的迄个时间，我就先来加我的影片，我原底迄天较暗要加影片的时间，就搁有时间就空出来啊，就伊搁会当来啊，就搁请伊来，安尼就无问题啊，就安尼，所以就家己去处理哈，无法伊所爱体谅伊嘛，无一定啦，嘛无一定是摕伊无法啦，就是当然你嘛会当决定讲你要做一个做有态度的人，就是你无尊重我的时间，你后回莫来啊，当然嘛会使啊，你会当安尼选择，毋过无一定爱安尼。
啥物啦？强迫出岛，强迫出岛教室，无要出岛，讲啥？出岛啦，无要往跋岛，无要出岛啊。好，啊合作个会发生啥物意外咧？佫有一种是，头拄有讲。头拄有讲迄个，有时啊，咱甲别人合作的时阵，咱无一定会甲人调查甲足详细，还无一定。所以有时啊吼，会发生一种状况，就是你甲对方合作，还是你甲对方决定要合作了后，过几工，伊的名声变去。我举一个例，就比如讲，你甲一个人。讲好后礼拜要来合作做一个节目，结果咧，后礼拜还未来，啊你已经甲伊迄个讲好哦，啊迄个台机式带机室嘛已经开好啊，结果咧过2天，即个人讲毋对话，烧起来，名声变去，这是你要安怎？这大家嘛会当，这嘛无一个标准的答案哈，嘿，这无标准的答案，无风度嘛会当，嘛爱有态度。大家会当选家己介意，你若介意做一个有态度的人，迄是你的自由。真正会当安尼选哦，真正会当，因为其实无标准的答案。嘿，对，有个人的答案就是次元切割刀的策略，嘿，有个人的选择是安尼。我嘛知影有个人的选择是敢若讲，就已经答应好，就要是家己做了，而且迄个可能凡是要做迄个节目本身的主题，甲伊烧起来的主题，若无关系，若无关联，有个人就会敢若讲袂要紧，要是会当合作，嘿，无一定，嘿，大家人家己选择吼，毋过大家若是想要真做一个迄个。想要真做一个专业的 VTuber 吼，就爱知影讲这种代志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你若迄个足无聊咧洗身躯吼，想要找一项代志来想，毋知影要想啥的时阵，会使找一项代志来想看卖。你若想看卖，你若拄着这种问题，你要安怎处理？我应该是还袂拄，无一定呢，其实有呢。这个时阵我会安怎处理咧？袂当讲，无啦，应该是讲有时啊，我捌发生过的状况，就是原底有做一寡小可合作了后咧，才发现讲这个人的一寡价值观，这个人的价值观可能甲我差淡薄仔远。这个时阵我就会知影讲，这个人可能毋是一个我会当做定，毋是讲定，就这个人可能毋是我想要做较深入合作的一个对象，所以以早已经合作过，就已经合作过啊，就放伫遐，无因来甲，无我若搁调工家己摕落来嘛歹看，嘛歹看，无我真需要食喉糖啊，小等者，那喉咧疼，我吃一下喉糖，小等者，那这是猫咪果水会评估对方安怎处理。公关危机，佮有迄个回事的态度。对啊，这嘛有差。有人讲这个人我无爱，对啊，我知影有个人是，我知影有个人处理的方式就是以早合作的物件会甲伊摕落来，甲伊拆掉，有可能。这应该是无标准的答案。我敢会当甲大家分享我会安怎做。夭寿。是，所以这嘛歹芳。希望大家莫拄着，那尔歹芳。好，来讲来讲上尾一点，就是因为我进前迄个，我进前做迄个街头访问系列的时阵，哇，恁来讲拢是你的妈内家讲了就准算。这就是有妈内家的好处啦，就是，我讲认真的，是有咧欣赏啦，是有咧欣赏有妈内家的人啦，毋过，妈内家的工课，伫我的认知内底，之前咱公屏出道教室有一集就是影片的，就是咧讲妈内家的代志吼，就是
对啊，伊会替你分担工课啊。啊，有一寡问题，就是交互因去决定啊。有影袂歹，有影袂歹，啊，就变做这个艺人、就变做这个艺人会当专心创作，毋免去顾虑这有诶无诶问题，毋免去想这个问题。嘛袂歹啦，嘛袂歹，对。确实，这通常应该是嘛，你就爱负责处理诶工课，是应该是安尼无毋对。毋过你若无嘛呢食干那麻油内子的时阵，就叫我讲诶。你若无嘛呢食干那麻油内子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啊，你就爱家己处理吼。你就爱家己想看觅你应该，你就爱去家己想看觅要安怎处理吼。好，过来。进前这个鸡头风，上尾啊，对啊，上尾啊，你爱互人休困啦。迄个，因为进前鸡头访问的时阵，我有小可有家己较有一寡挑战吼，就是有调工去找一寡讲英语的 VTuber 来采访，所以我就想到讲这是我会当甲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就是咱甲外国人合作的时阵，敢有啥物美感？对。头一个时差，听起来足简单吼，毋过其实足重要呢。时差啦，时差，你甲外国人合作的时阵，真正爱注意时差呢。而且时差，要安怎讲？大家敢知影有一种时间，叫做啥？毋是美国时间叫做好，我毋知影台语安怎翻，我想者叫做升日头时间华语是讲日光节约时间，意思是讲有诶所在毋是标准时间，毋是有诶所在，因可能热天甲迄个要安怎讲？要安怎讲？较我北极的所在，较北的所在，较我北极的所在，因可能就是会拄到一个情形，是热天的时阵，差一点钟无毋对，就是热天的时阵，迄个日时较长，说法呀，慢欢迎你来，女王欢迎你大家光临。地球时间魔法是时间魔法无毋对，对，但是有诶所在因是热天诶时阵，日时较长，所以因就有想讲迄个日头就较早出来，无就甲迄个时间，甲恁诶时钟准一点钟，互伊较早诶。叫做日光节约时间，或者省你的日头，就是讲日头已经遐早出来啊，无你就规去较早起床的啦，较早做代志的啦，逐工迄个上班，恁就较早1点钟去上班啦，你就较早下班，你下班了后，佫有足侪日头，安尼咪就足欢喜，大概是安尼，所以咱爱注意所以恁若是咧迄个甲别人约时间，甲外国朋友约时间的时阵。就爱注意迄个时差，就爱注意迄个时差。风台是倒平西，毋是，迄是南半球，毋是啊。即个升日头即种时间是伫较我北极，就是迄个啥纬度要安怎讲？纬度较悬的所在才会有诶，所以因遐应该是无风台啦。因遐应该是风台根本就袂过去，对，所以讲时间爱讲倒一个国家的时间，是，爱讲好清楚，即摆迄个足侪网站拢足方便的，恁直接伫迄个 Google 拍讲迄个，比如讲我凊彩举例吼，比如讲我要甲英国的朋友约时间，我直接伫迄个 Google 拍讲英国时间，就有网站出来。你就会当直接查讲纬度纬度，好了解。对，所以就比如讲，我直接查讲台湾暗时8点是英国几点？我直接伫 Google 找，就找有，我就会当直接约对方的时间。当然你嘛会当讲台湾时间，毋过你若讲台湾时间，就变做对方佫爱去查。所以通常咱会当家己替对方查清楚，
啊讲你的时间，即个时间哦，伊就知影，所以大家爱较注意，这真正爱注意，顶回某一个人来台湾爬迄个101的时阵，你的朋友就问讲，敢是拜五？你想讲，敢毋是拜六？后来就发现讲，伊的宣传是可能美国时间。对啊，这爱听，对，迄个咧甲外国朋友约时间的时阵，有个人有注意到时差啦，无注意到迄个时差有时会差有时会差一天啦，有时会差一天，所以爱看好详细哦，你是约倒一天爱看好详细哦，有影。好，还有一个爱注意的问题，就是语言敢有通。有人想讲阿辉，你这毋着加讲诶，我约伊来合作，毋着是甲伊会通，是安尼无毋对。毋过有时咱会当去顾虑到诶，就是你的观众朋友敢听有，毋是讲要气嫌你的观众朋友，毋是叫伊爱看音无。毋过若准你的观众朋友大部分拢是听台语，听迄个中文，听华语较济。若准是即个情形。你常常要甲迄个日本朋友，你常常要甲日本朋友要讲日本话，讲2点钟，就真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形是，平常时会来甲你看的观众朋友，因无一定听有，所以因就无一定会来，所以你的迄个来的迄个人数，就可能会足少的。你的人数若足少的 ，YouTube 就会叫是讲是你做的节目无好看，毋过其实可能毋是，所以你着苦啊，着食力咯，头学迄个阿聪阿姐讲，着食力咯，所以着嘛使顾虑一下即个代志，落尾要安怎创，要是互大家家己决定。毋过我即摆着是会去顾虑即个代志，无我其实嘛足想要做一寡迄个专英语甲人甲迄个。甲讲英语的 VTuber 迄个交流的，我嘛是做想要做的，毋过暂时无法度，就是因为无一定逐个人拢有法度听遐济英语，所以我即马干那会伫头啉遮茶，我即马干那会伫迄个大声录影的即种节目，较会找迄个讲英语的 VTuber， 因为我会当上字幕。你无法度，对啊，做侪人嘛拢无法度。你叫我听迄个全日本话，我也无法度啊，对啊，这就是硬听台语吼，对啊。有时啊，迄个讲全台语的节目嘛，无一定人嘛，无一定听有啊，所以就有机会放字幕，可能尽量是用加影片的，会当放字幕，爱练家就算找其他的人做伙来交流，观众嘛会为着主播来看。所以是爱训练咱的观众，是吧？是要把观众调教成，就算听不懂也会来看主播安尼，嘛是会使。我应该是无这个才调啦，我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我暂时无安尼做。好，还有一个，甲外国人合作的时阵，买good好赞，呢。对啊，进前迄个 call in 的时阵，毋是 call out， 我卡互别人迄个，啥物阿辉开全日文嘛听无？毋是，我着袂晓日文，我日文着足歹，袂晓日本话啊，袂晓讲日语的，毋是啦。进前 call out 的时阵，call out 的时阵就调工卡互讲英语的 VTuber，毋过迄干那20分钟也是应该20分钟吼，迄干那20分钟尔吼，所以就是听无的人。会当去做一下别项代志，20分钟了后才去转来吼，这我也无法度。所以嘛是捌试过啦，好耍啦。听无英文的吼，取消火警的资格，袂啦，他有安尼，火警的资格吼，你只要有纳钱，你只要有纳会员的钱，你就有资格，免烦恼啊。若无纳钱嘛，是要爱有火警的资格，要安怎咧？咱就来抽一下会籍好啊！咱这个月也有5个也袂送。好，抽一个哟，看送会得奖。送出去啊！有谁摕到我的会籍呢？哇，我煞比评价，佮有另外4位朋友，耶！恭喜哦！
佮增加一寡火种啊，恭喜恭喜！好，啊，毋是对，讲倒转来哦，甲外国人合作的时阵，佮爱注意的一项代志是文化警察。虽然我嘛较无咧注意，啊，毋过对啊，就是语言是一部分，啊，毋过文化有时嘛真差足济。我佮爱啉茶啊，歹势。凭实力拿到阿慧的会员，没错，大家会使直接入卡。大家拿迄个很有经济实力的，会使直接入卡买会员哈。文化对啊，文化冲击有时真正对的。像我之前捌听讲，日本的 VTuber， 这是讲通常，当然无一定。啊，毋过之前捌听过有人讲，就是日本的 VTuber。较无惯势，可能较无介意，就是无熟悉的人去讲的。凭实力拿到会籍犀利，感谢大家的实力，这样我才有财力。啊，我就会感谢你。好烂哦！讲到倒位，对，我嘛有迄个查一下资料，就看讲哦，嘛不一定干那日本啦。可能就有的人就真正较无介意无熟悉的人来讲的，当然因嘛是有因的理由啊，就是可能会去搅扰着主播迄个时阵咧讲的话啊，伊可能就爱迄个原地讲话讲到一半，就爱来去甲你感谢啊，伊就迄个话题就会偏去啊，有可能人有人的迄个考虑，简单讲，这就是文化的争差啦，这就是文化的争差，所以就是毋那这，啊，毋过大家会使去顾虑一下，所以就算你会晓迄个语言，你可能嘛会当小做一下功课，小知影一个人的文化，小知影一下人的一寡可能有啥物禁忌，啥物较无适合讲的，会当小知影一下。啊，就算你无知影，啊嘛是爱保持一个迄个随时愿意学习，啊，拢爱有即个尊重，就会较好，较无问题。是安尼，是安尼，好啦，讲了啊，好，过来，敢有啥问题要问的？虽然我已经讲甲淡薄仔忝，我已经讲甲烧声，已经讲甲烧声，所以叫做无特别迄个需要要求大家讲问问题来互我讲，好有吧？欢迎来啊！毋过即摆还袂使开放上，我都讲啊。等你会当开的时阵，我才来啊。当然是爱等你会当开，才有法度讲过去啊。死到死担当啊！啊，无米才会煮咸猪汤啊，安尼。有无？有要问的无？若无我就要来歇啊。伊即个时阵讲了，哪会安尼？感谢，我即摆真烧声袂晓讲话。感谢居优奈的降落，欢迎你来。那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开台辛苦了，要先说开台辛苦了，没错忘记。哇，感谢居优奈的降落，开台辛苦了。啊，我是会记你的网络好厝边啊，平常时讲台语较济，蛮爱讲台语的，所以。如果喜欢听台语的话，就可以再来看看我的台。对啊，是居优奈。之前做那个，就是我们街访系列也有采访到我们的居优奈，然后我真的声音突然那个，就是对，然后有很多片段是真的是蛮好笑的，推荐大家可以去补一下。或是我最近在剪新的街访短片的时候，对。再剪一些还没有放给大家看过的片段出来，还敬请大家期待。就安尼，今日真爱讲甲烧声，要来甲大家讲晚安啊。明天，对，还有顺便跟降落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我开那个订阅10分钟才能讲话，那我改一下，让大家可以跟我聊聊天。嗨呀，没有想到忘记有降落这件事情，以后可以改一下。
好，我现在改了，大家可以重新整理。大家可以重新整理，现在不用等10分钟才能讲话了。歹势，我大家一个甲我开讲的机会，吼，顺续宣传就是，顺续爱宣传者就是明仔载下晡1点，明仔载下晡1点，若有介意听台湾话朋友吼，定着爱来明仔载下晡1点，要用台语来甲大家讲一下新闻，好无？要来甲大家分享我这礼拜看到的新闻，所以大家会使来哈。大家记得来哦，记得来看我报新闻啊。就安尼，对，差不多就安尼。还有啥要交代？应该无啊。原来安静是因为这样。对，我刚刚才发现，那个我这个公标出的教室这个系列，我这个系列都开成了那个。需要有订阅10分钟才能打字聊天，突然觉得不行，让大家那个有机会可以跟我聊天，对，所以又马上调整了一下。他刚刚是不是开讲时直接那个没去啊？是不是聊天室连接中断？这样子有办法跟大家聊天吗 ？Hello， 大家有办法打字吗？还是聊天室直接不见的？我好像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聊天室可能会整颗不见，太安呢。那有法度拍字，会当拍字甲讲者。你哪会当拍字？我讲话有声啦吼，大家看会到我吼。还是讲我这边？甲收声，毋是讲甲收成，毋是呢。所以这是讲我这边有问题是。我头拄仔无法度看到大家讲话啦。有啊，有声吼，因为头拄仔我迄个后台的即个开讲时，我向无都看到大家讲话，害我足紧张的。所以恁遐是无代志，好，安尼无代志，好啦，废话讲足久啊，好来做笔歇困啊，安尼，难得我伫咧拍的，我的米哥，好，安尼咱就明仔载下晡1点才来见面，大家再会，我通来歇啊。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大家再会。刚看到有人正要开 VTuber 准备期的经验，我来看卖，我敢有法度过去？其实我嘛咧想，不过我要安怎？我找一下，因为咧有的人无一定知，大家看迄个讲的有无？偷甲大家讲，讲的这个功能吼，你爱有法度互别人讲的，你是爱伫你的后台有一个设定，爱拍互开的。你若无拍互开，别人是无法度讲落过去的。所以我无法度讲落去遐无开，伊毋知影需要拍开。好，安尼咱就去别台，我来看卖，这所在通去呢。大家咧创啥？足侪人，伤侪人啊啦，伤侪人啊。好，安尼我就闭眼睛选一个，连我都毋知影会去倒位哦。好，大家再会。大家再会。